一個唔小心，你成個頻道都可能會被取消盈利、刪除，甚至俾人告上法庭。我有個客戶，佢哋3次警告，結果失咗成個頻道。佢其實都唔係真係想要翻個頻道，佢只係想要翻嚟嘅影片啫。成日都俾人封鎖咗影片，我會花好多時間整反應片或者分析片，整好出嚟街，結果又俾人封鎖，咁我就真係冇計啦，我根本冇都做唔到。我哋基督徒戰士朋友嘅喺呢個敗壞嘅世代入邊，要將自己分別出嚟，要成為聖人。而呢個就係我希望你哋擁有嘅自由。我希望你哋可以得到脫離罪惡嘅自由，脫離我哋軟弱嘅自由，脫離罪惡令我哋成為奴隸嘅自由。呢個先至係值得為之獻出生命嘅自由。康納讓我諗起咗梅爾吉布森喺佢嘅奧斯卡獲獎影片《勇敢的心勇》所講嘅話。當時佢對住佢嗰支烏合之眾嘅軍隊話：今晚我話俾你哋聽，我睇到喺我面前嘅係一支由我嘅同胞組成嘅軍隊，佢哋正在反抗暴政。你哋作為自由人嚟戰鬥，你哋確實係自由人。如果冇自由，你會做乜嘢？你會打交咩？係㗎，戰鬥你可能會死，逃跑你卻能活落去，或者至少喺多年後寫喺自己床上嘅時候，你哋係咪願意用從而家到嗰時嘅所有歲月嚟換取一次機會？哪怕只有一次機會翻到呢度，並話俾我哋聽嘅敵人，你哋可以奪走我哋嘅生命。但你哋永遠無法奪走我哋嘅自由。每個人都會死，並非每個人都真正嘅活着。我哋一定要為真正嘅自由而戰，我哋要活出自己。朋友們，同上帝對抗，我哋要活落去。有聖神做你嘅盾牌，基督做你嘅劍。願你可以同聖米迦勒同所有天使一齊保衛上帝，將路西法同佢哋手下送翻落地獄，翻去佢哋應該去嘅地方。我哋而家唔自由呢，因為社交媒體有啲新嘅審查，你會唔會擔心呢樣嘢？你有冇試過被取消盈利，或者你睇俾人封佢？我同 RFK Jr. 做咗4個鐘頭嘅節目，佢俾晒所有呢啲平台封嘅，佢有好多嘢都俾人取消盈利同埋審查嘅。審查呢樣嘢對民主嚟講，係比我哋嘅呢個國家見過嘅任何嘢都大威脅得多。唔止過去4年呢，係過去40年都未試過啦。你發表意見嘅權利而家受到前所未有嘅攻擊。社交媒體巨頭而家有前所未有嘅能力去影響公眾嘅意見同埋睇法。如果我哋嘅言論自由，其實我哋根本唔算係一個自由嘅國家，就係咁簡單。如果呢個最基本嘅權利嚟嘅，我哋其他所有權利同自由都會跟住嘅，好似多米諾骨牌咁，一個接一個倒落嚟。當你嘅戰爭入邊，我講真，我哋而家打緊一場意識形態戰爭。我哋真係咁做緊，而且我哋國家而家去到一個轉捩點，你需要唔同類型嘅人，你哋需要唔同嘅部隊。有啲人想喺平台上面做嘢，想改變佢哋，
問題就係當平台唔再俾佢哋講真話嘅時候，就出現咗所有呢啲即係所有大型社交媒體網站，佢哋已經搞掂咗美國總統嘅大學教育計劃或者主流媒體。好啦，邊個最大權力？第一位就係億萬富翁財富，例如咧有貝佐斯、馬斯克咁樣嘅人，然後仲有虛擬政府 Facebook、Twitter、YouTube、Google， 然後佢哋有咗我哋嘅教育體系大學，然後咧係美國總統同埋主流媒體。你認為當今誰個嘅權力最大？我認為而家毫無疑問，呢啲虛擬政府擁有控制嘅事嘅最大權力。我同意。尊敬嘅先生，總統先生，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唔係用子彈或炸彈，而係用算法同埋沉默。社交媒體審查已經成為我哋呢個時代嘅隱形暴君，佢唔單止壓制真相，仲扼殺我哋共和國嘅靈魂。呢部紀錄片嘅標題係親愛的總統先生，因為我哋迫切需要借助上帝嘅恩典同你取得聯繫。希望呢個信息可以傳到你手上，希望呢個信息可以陪住你，等信息能夠穿過數碼嘅鐵幕，最終落到嗰個真正識得點樣打仗同埋點樣贏嘅人手上。咁我可以跟住自己良心行，咁我就會死，但我可以講大話，我就可以生存落去。人為嘅生存咩都做得出，佢哋會唔惜一切代價去生存。問題係你嘅代價係咩？因為如果你嘅代價唔係你條命，你就係有價有市。Dear Mr. President， 一開始唔係打算拍成紀錄片嘅，一開始只係寫咗封信俾特朗普總統，一封我本來想錄成聲音嘅信，希望其中一個版本可以擺到佢嘅面上，就係咁多。之後有佢哋發生嘅，喺星期一同我哋喺聯合主持做直播嗰陣，呢個諗法點起咗一把火，每個人都參與落嚟，每個人都感受到嗰種氣氛，已經唔再只係一封信，而係一個使命。而家呢個使命好快就變成咗一套紀錄片。而家我諗老實講，我人生入邊從來未拍過紀錄片，呢個係我第一套。最差嘅情況就係我哋大舞台出醜，但我根本唔在意，因為失敗對我嚟講從來都唔係一個選項。我連咁樣嘅都唔會，我本身就唔係咁嘅人。我行出嚟好似我已經贏咗嘅，所以我開始聯絡我識咗最大嘅播客主持人，而我真係識唔少。我好想同你講，佢哋全部都一齊參與嘅，但係其實佢哋喺大部分人都只係喺場邊嘅，可能佢哋唔想冒險同 Mel Carmen 呢個紀錄片界新手一齊玩，又或者淨係可能啫。入邊都有啲妒忌成分，魅力去唔穩定嘅場合係一樣危險嚟。但我哋記仇，我甚至會為咗曾經無聲無息唔理我嘅人出頭，大 podcaster 細 podcaster 都冇分別。我係為晒佢哋全部出頭，因為呢度唔係講 Mel Carmen， 重點係言論自由，重點係對言論自由嘅戰爭。所以呢套戲係免費嘅，我哋一毫子都唔收。我哋想佢可以傳開去，佢就冇人可以話我哋係為咗揾快錢。喺呢段旅程入邊，我一而再而三咁聽到呢句說話，我哋需要一份網絡權利法案。每次聽到呢句說話，我心入邊都有把聲大叫，點解啊？點解我哋需要呢樣嘢？我哋其實已經有啦，嗰樣嘢就係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係用墨水寫落嚟嘅，唔係建議佢哋。點解我哋要為咗安撫佢，自以為高高在上、凌駕法律之上嘅科技暴君，而重新寫過我哋嘅權利？點解我哋要向直谷下跪？尤其而家有唐納特朗普嘅位，佢只要揮一揮支筆，一切就完結。呢個人好清楚點樣去領導。我哋需要嘅唔係新嘅羊毛紙，我哋需要真正嘅執法。我哋需要喺第1修正案加個附錄，針對數碼平台出一份有1000倍彈性嘅強力行政命令，直接對付所有有罪嘅人，簡單直接。如果一個平台侵犯言論自由，佢就係第1次警告，到第2次警告就要面臨天價罰款。如果佢哋仲係唔合作，就等佢哋被取代啦。特朗普家族識好多程式員，我哋可以接管佢哋嘅平台，拉平賽道，拆除審查枷鎖，恢復全面嘅言論自由。唔再有阻攔，唔再有黑名單，唔再有演算法封口，俾真相自己講嘢。因為一旦真相出現，主流媒體根本冇得玩，佢哋就好似籠入邊嘅老鼠，要同金剛打交咁。而家講下地下室入邊潛藏緊啲咩？我哋知道有潛在勾結，係啦，可能只係軍工複合體入邊一小部分。
有啲幕後黑手操控住朱克伯格、Mohan 同 Massari 呢啲木偶。如果呢啲真係屬實，而我哋發現美國自己有嘅派系，如果情報部門真係扭曲咗嘅 CEO 去壓制美國人發聲，講清楚呢個係叛國，你知唔知咩下場？我都唔使講到明，但係你要記住，如果真係發生緊呢啲事，我哋唔會細聲講，我哋會大聲講，清清楚楚，一日講117次。到時喺木偶都會同你一齊等正義嚟到，面向牆壁。等我再提下佢被寵壞嘅科技精英一樣嘢。美國唔只係一個市場，係一種特權，個個都想入市，因為我哋依然係全世界最有錢、最有權力嘅國家。你睇得社交媒體寡頭已經唔記得邊個先係老細，你哋已經逍遙法外太耐啦。但而家我哋有特朗普，希望好快我哋都會有 Eric Trump。我相信佢夠醒目，可以接棒，必要時佢可以喺高爾夫球場上邊打波，並喺17號洞打出拍技時，打電話俾唐尋求建議。你認為喬拜登能夠做到呢一點咩？我唔敢認為。但係請唔好誤會，呢一切而家結束咗。我代表數十萬甚至數百萬被禁言、暗中禁止嘅播客發言，並被數字拆除。佢哋想講嘢呢，佢哋有權發言。呢部電影係一定要拍嘅，佢其他路可以行。係，我知道有風險，我知道自己踏入啲咩地方，但我都知道一樣嘢，如果我哋唔贏，我哋就會失去一切。如果我哋輸，呢個國家會比酒吧打鬥時一杯波本威士忌飲落肚，仲快比共產主義同馬克思主義吞噬。有啲播客仲未醒，仲死死地氣睇住 YouTube 同 Spotify 分到嚟嗰啲碎屑，佢哋以為自己好安全。但事實係，當陷阱門打開嗰陣，連嗰啲碎屑都會一齊睇落去。佢哋睇唔到未來，但我哋睇到。而家我哋就係要徹底撕開真相嘅口罩。呢個就係我哋嘅立場。呢一刻就係屬於我哋嘅時刻。今次我哋一手攞住憲法，一手攞住咪高峰嚟打呢場仗。我叫 Mel Karmine， 呢個就係由寫封信俾總統嘅一個念頭，變成咗一套完整紀錄片嘅故事。繼續聽落去，精彩嘅嘢就冇發生嘅。真正嘅戰爭咧，就係同全球主義者 Soros、奧巴馬、新世界秩序同 BlackRock 喺度，佢哋已經向我哋宣戰，而我哋接受呢個挑戰。我哋睇翻屬於我哋嘅嘢。1776年對於1984呢個問題嘅答案，毫無疑問地就係1776年。冇錯，呢個就係歷史性嘅關鍵年份。1776年，一切就從呢度開始。1776年，1776年。所以底線就係咁樣。我喺度問唐納德 J 咩？特朗普會修改憲法定係第一修正案？係嘅，因為我哋嘅祖先冇辦法預見呢一巨大嘅技術進步。儘管憲法寫得非常出色，但係並非完美無缺。第一修正案需要更新，寫成可以執行嘅法律，仲要有堅不可摧嘅權利法案作後盾，確保以後再冇人可以動區。加強全新改良版第一修正案。喺美國呢個自由之地、勇者之家，憲法嘅墨水流動住推廣自由嘅精神。講到自由同第一修正案保障嘅發言權利，但背後潛藏住一股陰影，一種細微但邪惡嘅力量，威脅緊我哋共和國嘅根基。呢個係一個審查制度嘅故事，一場唔係用劍，而係用言語、演算法同權力去打嘅戰爭。呢個係一隻無形之手嘅故事，幾代人以嚟都想壓制意見、扼殺創意、掩蓋真相。呢個係美國媒體審查嘅故事，比以前嘅禁令更加靜悄悄、更加狡猾，已經融入咗我哋數碼時代嘅生活，影響住我哋嚟到、聽到同相信佢哋。一個冇審查嘅世界，即係我哋可以自由咁揭露選舉，同埋當然仲有兒童販賣。我相信如果美國人可以接觸到真正嘅資訊，美國精神就會發揮出嚟，到時我哋就可以解決呢啲問題。睇翻我哋嘅國家，歷史上有好多例子，權力中人都會試圖限制人哋接觸某啲資料，無論係文學、新聞、音樂網站、
定係其他被認為唔適合或者危險嘅內容。只要有唔同意見存在，就會有呢啲情況。一直以嚟都有人試圖壓制被認為對現狀有敵意嘅聲音。蘇格拉底被處死，西班牙主教焚燒瑪雅書籍，劍橋大學禁出達爾文物種起源，納粹德國焚書，全部都係權威人士試圖壓制知識同意見嘅例子。而家呢種做法依然存在，無論係公開定暗地裏都一樣。親愛嘅總統先生，我叫 Gary Frankie， 我係 The Next News Network 嘅創辦人，呢個係 YouTube 上最大型嘅獨立保守派頻道之一。2023年2月25號 YouTube 將我嘅整個頻道停止盈利，冇警告，冇解釋。我一次又一次咁提出上訴，但每次都被駁回。20個月以嚟，我眼巴巴地睇住自己嘅生意日漸衰敗，團隊不斷萎縮，家人亦都遭受住苦難。我出售咗個人資產，我哋花光咗積蓄。我白手起家建立咗呢個網絡，而大型科技公司卻試圖用一次案件摧毀佢，因為我敢於講出真相。直到德州參議院介入之後，佢哋先改變決定，就需要做到咁多先得。先生，總統先生，如果州政府都要負責捍衛第一修正案，喺華盛頓到底仲等咩？我哋需要聯邦層面保護獨立聲音，趁未太遲。親愛嘅總統先生，我係 TruthStream 嘅 Joe Rosati， 呢段錄音就係代表我哋點樣努力將我哋嘅信息傳遞俾全世界。我哋幾乎喺所有社交媒體平台都被刪咗頻道。當你講出假新聞呢個詞嘅時候，我哋就知道你有啲唔同嘅打算。我哋好榮幸可以參與呢個關於審查制度嘅紀錄片，因為過去幾年我哋真係親身經歷過，我哋音樂影片都俾人下架過，等於有人偷咗我哋收。如果要你舉一個現代審查制度嘅例子，第一個嚟到嘅可能就係中國對國內互聯網極度嚴格嘅審查。根據大多數專家講，中國嘅審查制度係全世界最先進同最全面，對發布同瀏覽某啲內容都有嚴格限制。中國政府嚴密監控同埋管理網絡活動，對被認為有問題嘅內容會好快刪除。呢種做法令佢哋嘅政策有個花名叫做中國防火長城。但係中國唔係唯一一個壓制資訊嘅國家。事實上，大部分政府都會喺自己國家對互聯網進行某種形式嘅審查。咩審查？喺進一步討論之前呢，等我哋好似 Gina L 咁了解一下審查制度係乜嘢，以及佢包含邊啲內容。首先，俾我哋定義一下審查制度啦。佢係乜嘢？廣義上講，當個人、團體或者政府官員認為某啲圖像、信息或者係想法令人反感，任何人都唔應該接觸時候，就會發生審查。呢種所謂嘅冒犯性內容可以喺書籍、雜誌、電影、視頻或者藝術作品中揾到。只要呢啲資料被編輯、限制特定觀眾或者從公眾渠道移除，無論係喺圖書館、學校、書店、藝術畫廊定係其他機構，審查者就算係成功咗。你可能心裏邊已經有個諗法，覺得會係邊個去做呢件事。嘗試審查嘅人其實嚟自唔同背景，佢哋嘅觀點都好唔同。好多時候審查行為都會被合理化，因為審查嘅人覺得好理同有道德提升作用嚟㗎，係同錯誤或者有道德腐化作用嚟㗎，有一個好清晰嘅分界線。佢哋相信自己咁做可以防止其他人受到負面影響，但你睇唔睇到有乜嘢情況真係可以喺黑白分明咁簡單？對於任何媒體嘅價值，啲人都有可能提出支持或反對嘅論點，而且好難講有乜嘢嘢能夠約100%嘅人都認為佢係100%嘅好或壞。審查制度而家喺美國真係仲裁到咩？係㗎，一直都係。咁第一修正案又點樣呢？呢個難道唔意味住審查制度係非法嘅咩？事實上唔係㗎。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唔能夠制定限制言論自由嘅法律。好多唔同嘅最高法院案例都確立咗，政府審查係違反第一修正案，但係並唔係所有言論都被視為言論自由。例如淫穢內容、挑釁性言論、
或者煽動暴力或者傷害嘅言論都唔受保護。不過越嚟越多唔係政府嘅機構同私人公司，反而係決定審查同佢嘅內容可以或者唔可以有公開平台。舉個例，如果你有聽收音機，你大概率每日都接觸到審查。好多商業電台都會播剪輯過咗歌，刪走咗粗口、性或者毒品相關嘅內容。2018年尾，社交網站 Tumblr 就禁止闖所有成人內容。作為私人公司，佢哋可以決定平台允許佢哋，但係呢個政策都導致咗廣泛嘅審查。而呢個轉變都顯示咗，要執行咗廣泛又難以界定嘅禁令有幾困難。因為 Tumblr 自己舉出嚟本來應該允許嘅內容例子，都俾佢哋嘅過濾系統自動標記做成人內容，結果被隱藏咗。親愛嘅總統先生，我叫 Alisa Valentino， 又叫 Alisa V。今日我懇請你幫手終止由2020年開始到而家仲繼續壓制我哋呢啲獨立聲音嘅審查。講真話嘅人同新媒體播客都應該有發聲嘅權利。多謝你，願上天保佑你。即使承諾自由，對唔受歡迎思想嘅恐懼，一直都令到敢於挑戰現狀嘅聲音被壓制。由50年代冷戰時期嘅恐慌，到60年代社會動盪，再到今日互聯網時代，爭取言論自由嘅鬥爭一直都存在。書籍被禁，電影被壓制，音樂被審查，全部都係以保護公眾道德為名。奧遜威爾斯嘅大國民因為揭露貪污被針對，憤怒的葡萄因為寫實被打壓，發條橙因為赤裸描寫暴力而被審查。呢啲藝術作品被認為太真實、太顛覆、太唔方便。佢哋證明咗一個簡單嘅道理：藝術往往揭示令有權勢者唔安樂嘅現實，而真相唔一定受歡迎。但係邊個有權決定咩先至係可以接受嘅？如果有權勢嘅人話你嘅言論危險，你嘅思想太激進，你嘅真相係威脅，佢會發生咩事？呢場戰爭已經進化咗。以前審查係政府嘅專利，有五角大樓嘅宣傳機器同埋 FCC 嘅監管權力。而家審查者就變咗做私人企業，佢哋負責審查內容。我哋嘅第一修正案正受到攻擊，唔單止係大科技公司，仲有政府機構嘅幕後勾結。有冇聲音被消音？平台被關閉？意見被標籤為假資訊？呢啲唔係自由，呢啲係用演算法包裝嘅暴政。親愛嘅總統先生，我叫 Trinas Evans， 多謝你勇敢嘅赦免嘅1月6號事件嘅人。我同埋嗰1600位同樣受影響嘅美國人都俾拜登政府失控嘅 FBI 同埋司法部用鐵腕手段摧毀咗。佢哋唔係想起訴，而係想迫害、想摧毀基督徒、保守派，仲有敢於出聲話選舉被偷竊嘅人。呢啲都係美國入邊運作緊嘅審查工業複合體一部分，因為佢哋有自己嘅目的。而呢啲同我哋人民應該喺第一修正案下擁有嘅言論自由完全唔一致。多謝你繼續為呢件事抗爭，幫我哋打開聲音，俾美國人民聽到呢件事一定要做，而且要有勇氣去做。先生，你就係最啱做呢份工嘅人。我哋就係距離去嗰個位，而家係時候破釜沉舟。呢個時候已經冇得回頭，我哋一定要大膽向前行，好有勇氣嘅行動。先生，繼續努力。科技巨頭例如 Facebook、Google、YouTube 同 Twitter， 佢哋掌控住數碼世界嘅大門。而家我哋有一個由寡頭集團操控嘅企業政權，控制住美國同全世界。我哋有一個一黨制嘅國會，坐喺度咩都唔做，任由企業政權透過審查同其他手段，甚至係剝奪平台權利，去侵犯美國人民每一項憲法權利，就只係因為講真話同講得準確。同時，國會同政客仲喺度提倡更加多審查。而家係時候要停止呢啲行為，令呢啲政客同企業要為佢哋對美國人民嘅叛國行為負責。總統先生，係時候你要出手做嘅嘢啦。參議員 Josh Hawley 揭露 Meta 同 Google 涉嫌參與審查，特別係2025年4月參議院聽證會上面 Sarah Wynne Williams 作證。呢個例子好明顯，佢展示咗大型科技公司有能力操控公眾輿論。舉報人關於 Meta 同中共有聯繫嘅證詞，加埋 Hawley 對選舉相關審查更廣泛嘅指控，
描繪咗一幅企業權力破壞言論自由同民主誠信嘅令人擔憂畫面。雖然證據仲需要進一步佐證，而且有啲指控唔夠具體，但呢啲指控凸顯咗對科技巨頭內容審查做法進行監督嘅迫切需要。隨住公眾討論越嚟越多嘅數碼平台上進行，確保呢啲空間保持開放同透明，對於維護民主社會言論自由嘅承諾至關重要。雖然 Hawley 嘅行動好有爭議性，但佢確實引發咗一場關於數碼時代企業影響力同個人權利之間平衡嘅必要討論。我哋而家一齊睇下 Facebook Meta 或者點都好，佢哋講過嘅咩？特別係 Mark Zuckerberg 講過或者被報道過嘅嘢。喺2021年，拜登政府嘅高層官員，包括白宮，反覆咁向我哋呢度係 Zuckerberg 講嘅，向我哋團隊施壓，要求我哋刪除某啲 COVID-19 相關內容，包括幽默同諷刺。當我哋唔同意時，佢哋對我哋團隊表現得非常不滿。最終落唔落架嘅內容係我哋自己決定嘅。而家我想講嘅重點係，或者我由你開始 Hemingway 女士，因為你同你嘅媒體機構都成為咗好多呢啲行動嘅目標，左右中都俾人審查，你本人都俾人審查過。你唔覺得 Facebook 應該要為佢哋喺成件事入邊嘅角色負責咩？我嘅意思就係 Facebook 馬克扎克伯格話，你知道天邊佢哋對我哋拜登嘅人太刻薄啦，佢哋威脅我哋，佢哋確實咁做啦，拜登亦確實咁做啦。呢個係咪違反憲法？我認為係嘅。呢個就係點解我哋今日談論嘅最高法院案件咧，密蘇里州案件係咁重要咧。但係扎克伯格自己都講過啦，最終都係佢哋自己決定，佢哋要負責。講真 ，Facebook 同其他平台喺呢件事之前已經有審查嘅慣性，好似亨特拜登手提電腦事件咁，佢哋都係自己主動開心咁去審查，佢哋一直都積極參與呢個審查運動。Hemingway 女士，你同唔同意？同意。馬克扎克伯格喺2020年大選入邊花咗4億，差唔多4億5千萬美金去操控選舉結果。最近嚟做咗嘅細動作，好似話我都係有嘅壓力先至要做呢啲審查，又或者話我會捐100萬美金俾就職委員會，好似咁樣就可以補償翻佢參與嘅審查運動咁。但係其實佢參與審查今聲我同我哋媒體呢啲聲音價值可能仲高過咗捐俾選舉嘅錢，因為我哋講咗好多唔同議題、唔同嘅想法，例如激進跨性別議程、選舉應該點樣舉行、點樣應對新冠疫情等等嘅一個自由社會，大家應該可以自由公開討論。但佢就好努力嘅，好難避免呢啲事發生。所以我覺得呢啲講法幾有趣，但係完全冇觸及到佢喺呢件事上面有幾大自主權，同埋作為 Facebook 負責人佢有幾大權力。係啊，我都好開心你啱啱用嘅權力呢個字，因為呢個正正係成件事嘅重點，唔係咩？好似 Facebook Meta 佢個公司有極大嘅結構性權力，而 Mark Zuckerberg 正如你所講，佢花咗幾十億美金去累積呢啲權力，佢一直努力打壓佢有機會打破咗權力、挑戰咗權力嘅競爭對手。佢用呢啲權力去壓制競爭，亦都用咗壓制嘅唔中意嘅觀點。呢個就係教科書式嘅例子啦。講緊一個壟斷企業有自己嘅政治議程，而且係多年嚟都好強硬嘅政治議程。當佢用呢個壟斷去控制其他競爭對手，同時又想控制流向美國人民嘅資訊時，會發生咩事？你認為我有呢個權利咩？係㗎，而政治體系本身此前一直非常支持佢，而佢所做嘅工作唔單止喺政治同埋選舉領域，再次壓制咗嗰啲反對佢所偏好嘅政策目標嘅新聞聲音。呢個真係太正啦！你非常之樂意談論呢個並且揭露呢個事實，我覺得好重要。我哋唔可以忽略咗咧喺大型公司嘅角色，其實得幾間咋，好似 Google、Meta 咗，佢哋所掌控嘅權力。佢哋點樣用呢啲權力咁試圖規定美國人可以攞到啲咩？而且咧，我哋都知道咧，以 Google 為例咧，我哋喺呢個委員會同埋分委員會之前都聽過證詞，話 Google 係點樣操控佢哋嘅搜尋結果啦，試圖影響獨立選民，仲有多年嚟都想左右選舉。佢哋唔單止喺美國嚟做，佢其他國家都做過，好似澳洲咁。呢啲係龐大壟斷嘅企業，佢哋有自己嘅政治議程。一直利用佢哋嘅市場力量，唔只係影響，簡直係想控制我哋政治體制入邊嘅結果。呢個係一個大問題。我只可以講，除非我哋正面處理佢哋嘅權力，否則呢個問題會繼續存在落。多謝大家今日嚟到，主席先生，多謝你舉辦咗好嘅聽證會。互聯網本來被譽為一個自由新天地，自從1996年通過《通訊端正法》第230條之後，
平台就冇咗一張空白支票，可以隨意審查或者審查內容。總統先生，我係州參議員 Mark Fincham， 我知道你都明白社交媒體而家已經變成一個生存威脅，特別係自從2016年初開始，審查越嚟越嚴重。先生，我哋兩個都曾經係呢種審查嘅受害者，我真係希望未來幾日你會考慮將社交媒體當成而家已經變成咗公用事業嘅對待，呢個係你可以做嘅最好嘅事，去終結審查，迫使呢啲社交媒體公司嘅企業世界入邊做個更好嘅公民。我喺度請求你幫手，多謝你，總統先生。你好，總統先生，我叫 Mike Barrett， 我係一個播客主持人，亦都係一個獨立資訊、科學資訊嘅研究者。全球互聯網上面嘅審查已經失控，真係去到完全冇人可以控制嘅地步。呢件事絕對係必須要做嘅。事實就係，任何有唔同意見嘅人，或者有啲同主流媒體、法官同政客所建立嘅正統觀點相違背嘅資訊嘅人，都冇發聲機會。而家情況比幾年前好咗少少，但係我哋依然冇發聲權，我哋被壓制住。而家嘅資訊被壓抑，你唔可以將真相傳出去。而我哋呢，佢真係想講出真相嘅人呢，都唔俾佢做。親愛嘅 Trump 總統，我叫 Jim Gale， 我係 Food Forest Abundance 同 Origins Reclaim.org 嘅創辦人兼 CEO。我哋希望為大規模物種滅絕、森林慘伐、癌症、糖尿病、心臟病、暴政同戰爭等問題揾出解決方法，並且將呢啲方案帶到大家眼前。我哋正在受到審查，唔好咁真係。尊敬嘅特朗普總統，呢種審查制度必須停。我可以話俾你聽，美國自由嘅幸存者比大多數人更了解審查制度。我哋一生都做緊審查員。總統先生，你亦同樣係咁，保持美國強大，通過講述美國自由號航空母艦遭遇嘅真相嚟保持共和國嘅強大。先生，我哋不能再進行審查了，請為美國而努力。美國應該知道真相，共和國要團結一致，而唔係分裂美國。而家係公司決定邊啲聲音可以傳到公眾，邊啲就被演算法埋沒。審查依然仲喺度發生緊，我哋需要負責呢啲事，同埋代表人民嘅國會議員要被追究責。審查仲繼續發生，呢樣嘢唔啱，我哋需要有人負責。我只係想問一件事，我只係想睇到有人承擔一啲責任，只需民調保險山並抌出手榴彈火機，呢個正係每個美國人都希望睇到嘅，就係對我哋所有人犯下嘅罪行承擔責任嘅。尊敬嘅總統先生，我叫卡羅爾莫林弗里森。過去25年嚟，我一直教授心身療法，並且喺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上擁有小組，佢哋全部喺2020年10月15號被刪除。我哋作為關心世界嘅公民，需要將我哋嘅聲音傳出去。尊敬嘅總統先生，我係 Patriot Underground， 係你嘅忠實支持者。而家當我哋2020年被偷走咗選舉之後，開始做播客之旅時，我經歷咗極大程度嘅審查。呢啲明顯唔單止直接影響咗我基本嘅第一修正案權利，仲影響咗真實資訊嘅傳播。呢個問題相信都係你非常關心嘅，所以今日我想請你採取行動，徹底終結社交媒體審查。亦都多謝你為我哋呢個偉大國家所做嘅一切。願上帝保佑你，先生。過去一個星期 YouTube 呢邊情況真係變得好差，我意思係以前都唔算好，但而家真係去到極端。我哋最近做咗5集，有3集俾人取消盈利同話設年齡限制。首先呢一集講緊關於究竟父母定政府應該有權控制小朋友。 YouTube 取消咗佢哋嘅盈利，冇得上訴。點解？佢哋俾我嘅理由係縮圖顯示嘅兒童或者性虐待。其實呢個講法令我好唔開心，因為呢張圖係根據美聯社嘅真實相片嚟嘅。呢張圖係顯示兒童或者性虐待。YouTube 係咪想暗示我哋親愛嘅總統有啲咩問題？ YouTube， 我要同你講，紐約時報曾經做過調查，發現拜登除咗擁抱、親吻同埋觸碰令女性覺得唔舒服之外，並冇其他性不當行為嘅模式。所以話呢張相係拜登虐待女仔，真係荒謬。跟住我又做咗一集講法國暴動嘅節目，
呢集係我哋最近最受歡迎嘅其中一集，佢收視比平時高 2.6 倍，之後呢，突然之間就被設為年齡限制，咁樣會殺死收視率。你可以清楚見到收視幾時開始平嘅嗰陣就係出事嘅時候。基本上如果你冇登入 YouTube 你就睇唔到，即使你登入咗都要喺呢個權限畫面先可以攞。但其實嗰一集呢，又冇咗咩血腥或者暴力畫面，除非你話燒緊咗大廈都算。如果係咁，你點樣報道暴動啊？要咁樣全國各地爆發嘅暴動，定係要咁樣？其實呢啲嘢以前都發生過，我已經習慣咗俾 YouTube 審查。但係今次 YouTube 真係過火，甚至過晒火，因為而家 YouTube 連你都一齊審查。Twitter 文件揭露嘅政府機構，例如 FBI，曾經同社交媒體巨頭 Meta 同 Twitter 緊密合作，去審查一篇紐約郵報嘅文章。嗰篇文就講到有關 Hunter Biden 手提電腦入邊內容嘅指控，該文章被標記為錯誤信息，因為分享鏈接已經被屏蔽。我同意亨特拜登筆記本電腦事件確實象徵住過去幾年我哋喺新聞界遇到嘅所有問題啦。呢啲問題可能始於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當選，震驚咗媒體系統，因為佢哋唔知有邊個可能會投票俾唐納德特朗普啦。但係呢種情況咧一直持續到而家咧，我覺得亨特拜登筆記本電腦事件咧就正正反映咗呢點咧，就係新聞界出現咗一種反言論自由嘅行動主義。我哋喺新冠疫情時都見過咁，我哋嘅筆記本電腦事件都見到咧，呢種睇法就係覺得咧佢資訊太有毒，連討論都唔應該啦。佢哋話可能係錯誤資訊或者虛假資訊，需要阻止公眾接觸到。我哋都見到科技平台同美國情報機構合作，進行咗一種合謀去壓制同埋封殺呢啲資訊。但係之後媒體咧都一齊加入，因為佢哋拒絕譴責嘅科技平台審查紐約郵報，令到大家連條連結都唔可以分享。我相信呢件事真係開啟咗一個新時代，係一種更加危險嘅壓制同媒體失職。佢哋俾咗我哋一個閃令，令佢新標籤去包裝審查，就叫做事實查核。呢個係一個奧威爾式嘅詞語，包裝到好似為咗我哋安全咁，其實係用緊壓制珍貴聲音，話係因為唔安全或者唔真實。但係呢啲把關人究竟係邊個？如果真相唔再會發生咩事？一個精心編排嚟嘅事。親愛嘅總統先生，我叫 Michelle Skill， 我係一位退休教育工作者。我想同你分享審查制度對我哋小朋友帶嚟嘅負面影響，佢哋嘅好奇心同創造力，因為實行嘅教條式同死記硬背嘅學習方法而被壓抑住。我諗多謝你為我哋人民所做嘅一切。荒謬嘅審查制度搞到我哋去到今日呢個地步，搞到而家新一代大部分人都唔知咩係男人咩係女人，有成世路而家都冇 OnlyFans 度。你睇下呢啲無聊嘅，基本上就係將我哋嘅年青人逼入咗呢個所謂覺醒嘅思維模式。呢啲就係審查制度嘅後果。所以特朗普總統，我想同你講，我真係懇求你用你嘅權力，永遠俾美國禁止審查制度。其實呢個根本唔應該係一個問題，因為我哋有第一修正案，但係好似連第一修正案都唔夠。明明入邊寫住我哋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特朗普總統，我覺得而家係時候，我懇求你設立一啲措施，永久禁止審查制度，俾我哋呢啲為自由而戰講真話嘅人有能力將呢啲資訊傳出去，等我哋可以喺資訊戰場上贏呢場仗。控制嘅機制有好多層面，背後推動嘅係人、權力同埋利益。媒體壟斷令新聞界變成一部企業機器，6間公司就擁有咗幾乎所有我哋嘅聽讀嘅嘢。一個廣告商嘅電話就可以令一篇報道被腰斬。好似2018年有大型媒體機構就因為廣告部門壓力，放棄咗一篇揭露大型製藥公司嘅深度報導。喺數碼世界，演算法就係新一代守門人，佢哋被編程去優先推廣嘅唔可信嘅來源，好似傳統媒體或者政府聲音，反而壓低意見，令佢哋難以傳播。隱形封鎖 （shadow banning） 就係呢種無聲過濾器最鋒利嘅武器，佢會限制一個貼文嘅曝光率，但唔會通知用戶。
針對保守派或者進步派聲音都得，視乎平台本身嘅取向。結果就係一個被精心挑選嘅現實，只剩翻被認可嘅思想可以生存。當互聯網初初發展嘅時候，好多人都寄予厚望，以為佢會變成一個數碼工地，一個大家可以聚埋一齊自由交流資訊嘅地方，好似一個超大型公共圖書館咁。大家都知咧，互聯網最後並冇變成咗。一旦大公司發現呢個新領域有幾冇賺錢，成個計劃就俾人污染咗，變成現代市場其中一條觸手。佢今日嘅現代互聯網，我哋所有活動同資訊都要經過私人公司之手，佢哋有最終決定權，話是邊啲內容可以上網嚟到同埋容許出現。好多人成日唔記得 Google 其實唔係咩全民公用設施，佢只係互聯網入邊一間超級大公司嘅一部分。當你用緊 Google 旗下嘅平台，好似 YouTube 咁樣，你嘅言論自由基本上已經喺門口收埋嘅。唔同你現實世界嘅係由你國家政府管，你嘅數碼生活其實係俾一啲超級大公司同埋少數極度有錢嘅人操控住。對呢啲公司同億萬富豪嚟講，佢哋喺平台上邊容許資訊自由流通係唔符合佢嘅利益嘅。相反，好似 YouTube 同 Twitter 呢啲網站，其實係經過好細緻嘅篩選同管理，目的就係要控制討論方向，同時最大化賺我哋流量嘅錢。總統先生，我今日揾你唔係因為憤怒，而係因為擔心。作為一個重視真相、透明同自由嘅美國人，第一修正案對我嚟講唔只係羊皮紙上面嘅墨水，佢係我哋自由嘅基石。但係今日我哋見到審查制度以安全同假資訊為名，越嚟越嚴重。當聲音唔係因為辯論而被壓制，而係直接被刪除，我哋唔係保護民主，反而係將佢拆散。言論自由即係話，我哋未必永遠都同意對方，但係我哋永遠都有發聲嘅權利。總統先生，我希望你可以堅定咁捍衛建立呢個國家嘅權利，因為一旦失去言論自由，就冇佢可以再保護我哋。YouTube 會話你冇咩下一條片，而通常都係咁可以幫你賺錢嘅片，大頻道出嚟可以賺廣告費，好易分享嗰啲。Twitter 同 Facebook 都一樣，你會收到喺度新訂造嘅廣告同埋推薦，全部都係喺公司想你參與嘅內容。問題就係咁簡單，佢喺個網絡已經成為大部分人生活必需品嘅世界入邊。我哋嘅新聞、購物、教育都喺網上。你覺得個大公司幾乎完全唔受政府同大眾監管，係咪合理呢？或者而家係時候睇下，要唔要有一份新嘅網絡權利法案，去保障網上合理嘅言論自由？而家互聯網基本上已經變成咗一種公共事業，淨係佢哋喺現代生活入邊有幾個必要就知。好似 YouTube 同 Facebook 呢啲網站，基本上都係壟斷市場。其實佢哋真正嘅替代品，但係啲公司又唔係好似壟斷企業咁受監管。你睇下你本地嘅水務公司做例子，水務公司係公共事業，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同一水平嘅服務。如果水務公司好似 Facebook 咁經營咁，佢就可以將水資源調走，唔供應俾佢哋佢覺得唔啱嘅地區，反而將水資源調去初以某啲唔透明方式攞到佢哋歡心嘅地區。其實我哋對互聯網，特別係社交媒體仲好新手。全球資訊網其實都係由1990年先開始有，而 Facebook 都只係由2000年開始。喺過去30年發生咗冇大規模嘅變革，遠遠超越咗我哋對互聯網可以變成咩嘅理解。到而家應該好清楚，互聯網會係可見未來主導現代生活嘅關鍵。我哋真係要認真對待，我哋要睇下點樣確保互聯網唔會變成一個俾大型企業操控去監管嘅宣傳工具。無論係將互聯網變成一個公共事業，定係建立一個全新可以賺錢嘅企業互聯網替代品，都仲有得傾。但呢啲絕對係我哋需要認真考慮嘅事。就好似圖書館作為一個有效嘅公共機構，令學習可以普及化一樣，一個公共版嘅互聯網替代品都可以喺數碼時代令資訊流通變得更加民主化。如果佢哋私人利益嘅操控、被操縱嘅新聞推送同針對性廣告，仲有另一個因素要考慮。雖然美國互聯網嘅內容審查同管理主要都係由幾間市值幾百億嘅大企業主導，但其實好多呢啲公司都同政府機構，包括 CIA 有賺大錢嘅合約。有時美國都真係會出現政府審查嘅情況。佢哋喺科研界入邊已經有齊晒所有資源，
佢哋可以揾到專家技術，甚至係未來先會出現嘅技術，然後喺 DARPA 系統入邊發展出嚟。如果私人企業要做，成本可能貴10倍。去到嗰5年嘅尾聲，2004年兩個都突破咗8位數。呢個其實係啲人有種神秘儀式嘅心態。發生咩事呢？佢哋就喺 DARPA 嗰邊關閉嘅 LifeLock 計劃啦。咁呢個係一個軍方項目，研究全球，唔淨止美國所有人喺社交媒體上面嘅溝通。表面理由就係話要掌握呢啲資訊。喺美國呢個地方，佢哋要監控全球嘅對話。好啦，2004年2月4號中午 ，Facebook 正式成立。而家個故事就係話 Zuckerberg 喺哈佛創立咗呢個平台，其他人之後先加入咗做嘢啲乜嘢。但其實到最後，事實係冇根本佢自己整出嚟。成個項目花咗5億美金，傳聞就係話佢只係一個哈佛大學生，連埋幾個朋友坐喺度，自己搞出呢個社交媒體平台。跟住另一樣嘢就係 Zuckerberg 一開始整呢個嘅第一日已經有錢入咗嘅。而且唔係細數目嚟嘅，佢嘅錢係邊度嚟？佢哋背後已經嚟緊嘅合約，發展社交媒體同埋做數據挖掘，仲有喺社交媒體入邊對人哋溝通，做地圖化。Facebook 一開波就賺緊錢，因為佢有政府合約做追蹤。大家要知，唔只得一樣嘢咁簡單。當 DARPA 研究成個領域嘅時候，佢哋其實都諗緊其他平台。咁問題就係 YouTube 背後又有幾多嘢發生緊呢？ YouTube 真正嘅歷史係點樣？佢哋用緊啲咩設施？佢大家見到表面嗰啲設施下邊，其實有啲咩表面睇落好似咁特別，但係佢咁奇蹟咁買到嗰啲地方下邊嗰幾層又發生緊啲咩事？仲有順帶一提，嗰啲數據引擎、搜尋引擎、通訊系統點運作？其實佢哋要可以入去推高某啲人，捧紅佢哋，又或者壓低其他人，令到演算法照佢哋想要嘅方式運作。而家就正係咁樣發生緊。所以而家我哋有個問題，當你追查邊個嘅壓制緊討論，影響緊我嘅言論自由權利，而呢啲所謂開放嘅平台又話有冇指引佢到底發生啲咩事？喺社交媒體入邊呢，大家都話呢啲平台本來係私人嘅，所以冇咩媒體監管，好似 FCC 咁樣都唔會理咁佢點樣溝通，變相佢哋想點就點。咁我有個問題想問下你嘅觀眾，當 Facebook 控制你講咩嘅時候，真係 Facebook 自己咩？定係背後有啲人操控緊？邊個有權力咁做？有冇開過國會聽證會？係總統咩？定係咁咩通訊組織？定係咁神秘嘅秘密組織？影子政府有權力俾 Mark Zuckerberg 嘅一樣嘢，最低限度都要美國納稅人俾咗5億美金。CIA 同軍工複合體一直以嚟都進行緊一種心理戰，去製造美國公眾嘅同意。戰爭部變咗做國防部，美國做咗每一個行動，喺海外做咗一切，都係以國家安全為名。就算我哋干預咗細細地嘅國家，佢哋就算想，都根本冇能力傷害我哋。今日我哋面對佢係一種好唔同嘅戰爭，唔係用坦克，而係用演算法。喺社交媒體巨頭充滿馬克思主義色彩，已經變成思想嘅守門人，審查緊佢想恢復理智同主權嘅聲音。先生，總統先生，我哋就係新主流，係嘅播客主持，講真話嘅人，同埋數碼時代嘅報信人。如果你真係相信不比劍更有力，依家就係時候用起草一份行政命令，令賽場公平，保護第一修正案，唔好俾大科技公司死死嘅控制住。我哋已經準備好，我哋嘅咪已經開咗，只係唔好令我哋被靜音。謹啟 Laura Eisenhower。審查唔單止係限制人哋接觸批評現狀嘅內容咁簡單，佢仲包括推廣咗專登用咗鞏固現狀嘅內容
製造一種愛國情懷、美國例外主義，仲有對未知事物嘅恐懼。我哋要清楚知道，掌權者喺網上影響我哋接收嘅內容有幾深，而呢啲掌權者唔淨只係政府機構 ，peace， 仲有冇因為我哋國家好戰而得益嘅大企業？親愛嘅先生，總統先生，你知大科技公司話嘅審查其實係你，佢哋依然絕對有審查基督徒同保守派，好似我哋2015年我哋特朗普影片係最多人嚟嘅，當佢哋發現我哋有能力影響大眾，佢哋就真係加強咗控制，到而家都冇變過，個演算法依然係針對我哋。親愛嘅先生，總統先生，我叫 Tom Althouse， 係 The Matrix 嘅作者。呢個國家嘅法院系統好腐敗，法官俾人收買，律師都俾人收買，佢哋仲自誇可以偷啲唔使負責，仲講我值幾多錢。呢度係美國，唔係第三世界國家，我哋需要你去解決呢個問題，我哋需要你還翻應有嘅權利同正當程序俾我哋公民，呢啲係保障嚟嘅。我已經受夠啦，幫助我哋有所作為，夠咗奪回我哋嘅權利。親愛嘅先生，總統先生，我叫迪倫劉易斯門羅 Dylan Lewis Monroe， 係深層國家地圖項目嘅創始人同播客新聖殿騎士嘅主持人。從2019年到2025年，我被 Shopify、Facebook、Instagram、Mailchimp、Patreon、Twitter、YouTube、Square、Discord、Linktree 同埋 TikTok 禁止使用。呢啲封禁摧毀咗我哋生意，令我哋倒退咗幾十年。如果佢被封禁，我哋本來可以去到更高嘅位置。有冇封禁，只係因為我發表嘅支持特朗普總統嘅正面言論。親愛嘅先生，總統先生，我係 Bruce Poppy， 喺 Rumble 有個節目叫 Unpopular Viewpoint， 喺 YouTube 有 Bruce Poppy Show。過去幾年嘅審查情況真係離譜，審查問題一定要解決。言論自由係我哋國家最基本嘅原則之一，我哋應該可以討論呢啲事情。親愛嘅先生，總統先生，我叫 Jason Q， 嚟自 Rumble 頻道 We Not Me。我想親自表達我對而家大家都面對緊嘅審查問題嘅不滿。我曾經被阻止發佈事實同文件俾所有人，等佢哋可以自己判斷咩先係真相。我哋唔係想影響任何人，我哋只係想將真相帶俾有權力嘅人，然後再將權力還翻俾我嘅人民，因為本來就屬於我嘅。多謝你關注呢件事，特朗普總統，希望你聽到呢個信息。我今日揾你唔係作為一個屈服者，而係作為一個相信美國憲法嘅人。數碼科技部軍依然喺全國範圍內審查大量美國人，而家係時候結束呢種技術官僚嘅數碼暴政正喺美國人民身上發生。我呼籲要有一份互聯網權利法案，去加強保障我哋憲法賦予嘅權利，等我哋可以表達自己嘅思想、意見同聲音，無論我哋喺網上嘅政治立場係點，都一樣有權利。我希望你聽到呢個訊息，我都希望我哋可以即刻行動，今日就終結呢個數碼暴政。親愛嘅總統先生，我哋係時機二度 Podcast 嘅成員。喺2021年 YouTube 刪除我哋頻道之前，佢哋已經刪咗我哋107條影片。好彩我哋喺個片被刪之前已經備份咗佢哋，不過我哋都係被剝奪嘅平台，直到最後喺 Rumble 重建翻。哥林多後書第3章第17節話：主喺靈喺邊度，邊度就有自由。有個譯本就話嗰度有公義有自由。我哋佢被賦予自由，我哋要求公義，要求自由。多謝你總統先生。多謝你總統先生。你好，總統先生，我係 Mark Abrahams，嚟自 News Treason Channel 17平台同 Fake News 7 NY 平台。審查一直都係媒體嘅問題，特別係自從大企業接管咗我哋之後，佢哋已經由新聞報道變成咗評論主導。但係我發現街上面嘅人審查得仲嚴重，因為而家已經冇人可以好好咁傾偈，所以好明顯，當你同人講嘢嘅時候呢，成日都只會俾人鬧翻轉頭，唔會有正常對話，連同意唔同意都做唔到。呢個係我哋大家都要面對嘅大問題。多謝你抽時間，總統先生，你做得好好。親愛嘅總統先生，鑒於你簽署嘅行政命令確認只有2種性別同埋保障第一修正案，佢點解密歇根州仲可以繼續起訴我？我係 Christine Geiger， 係密歇根州特拉佛斯城 Studio 8 Hair Lab 嘅老闆。我只係喺我生意嘅 Facebook 專頁出咗一個貼文，就俾密歇根州民權部控告咗3項歧視罪名。雖然我從來都冇拒絕過任何一個人嘅服務，我因為佢說話
失去咗我哋生意、生計同埋名譽。第一，修正案唔係為咗保障安全嘅言論而寫嘅，佢係為咗保障咗其他人想封殺嘅言論而寫嘅。如果佢哋可以因為我發聲就摧毀我嘅一個美國人係安全嘅，如果我哋而家唔企出嚟，將來就冇人可以聽到聲音。佢哋試過想封我口，但我未講完。親愛嘅總統先生，我係 Layla Ali 博士，我主持 The Prescribing Pharmacist 呢個播客。而家審查制度已經失控，一講到健康，自由言論就被封殺。同時，藥廠廣告一日24小時，一星期7日不停咁播，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冇人受苦，因為咁簡單有效嘅解決方法被埋沒咗。佢哋唔係學見真係可以治療身體嘅自然方法，反而俾人派咗貴到離譜，喺實驗室做出嚟嘅藥，令佢哋長期病住。點解仲會咁樣嘅？係時候打破數碼枷鎖，等真相、健康同自由再次興起。參議員 J.D. Vance 喺2025年 CBS 副總統辯論入邊講到，審查制度係美國民主最大威脅，反映咗大家對大科技公司影響公眾言論越嚟越擔心。以2020年亨特拜登事件被壓制同新冠疫情相關內容被刪除做例子， Vance 嘅講法凸顯嘅內容審查點樣可以限制言論自由，仲會侵蝕大家對民主程序嘅信任。雖然審查制度確實係一個重大挑戰，但話佢係唯一最大威脅，其實忽略咗其他緊急問題，例如選民壓制同虛假資訊。不過 Vance 嘅重點都令大家更加關注科技平台需要有更高透明度同問責性。我認為我哋國家其實真係有一個威脅民主嘅問題，但可惜呢個唔係卡馬拉哈里斯同添沃爾茲想講嘅對民主嘅威脅，而係審查制度嘅威脅，係美國人因為政治分歧而放棄咗一生嘅友誼，係大型科技公司禁聲自己嘅同胞。仲有卡馬拉哈里斯話佢唔係想同其他美國人辯論或者說服對方，而係想審查佢發佈錯誤資訊嘅人。我覺得呢個對民主嘅威脅遠遠大過過去4年甚至過去40年我哋喺美國見過咗任何嘅，我真係好自豪。特別係因為我係由2個一世都係藍領民主黨人嘅父母養大，可以得到 Bobby Kennedy Jr. 同 Tulsi Gabbard 呢2位長期喺民主黨陣營領導嘅人支持。當然佢哋唔會同我同 Donald Trump 喺每一個議題上都意見一致，我哋唔需要喺每一個議題上都一致，但係我哋都支持一個基本嘅美國第一修正案原則，就係我哋應該討論我哋之間嘅分歧，我哋應該就呢啲分歧去辯論，我哋應該試下說服我哋嘅美國同胞。Kamala Harris 而家做緊大規模審查，佢喺 Covid 期間已經冇做過，佢哋好多其他議題上都做過。對我嚟講，呢樣嘢對民主嘅威脅比 Donald Trump 講過叫示威者喺1月6號和平示威嗰句說話仲要大得多。跟住就係我哋自己對自己施加嘅審查，取消文化，將憤怒武器化，令持唔同意見變成社交上嘅死刑。大家驚俾人標籤做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者單純錯誤，令到佢聲音未開口就已經被壓制。媒體將呢種分歧包裝成危險，放大咗，收窄咗 Overton 窗口，即係我哋可以討論咗議題範圍。老師避開敏感話題，作家自我審查，社會變得一式一樣，令我哋活咗一個安全感比真相更重要嘅世界。呢種寒蟬效應影響住我哋每一個人。呢種審查帶嚟嘅後果好深遠，唔淨只係限制言論自由咁簡單，仲係操控公眾輿論，影響選舉，甚至破壞成個共和體制。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好似一個警號，揭示咗社交媒體嘅塑造人嘅信念方面嘅巨大影響力。去到2020年，關於選民舞弊嘅指控，無論真定假，都未等事實查清楚，就已經被當成假消息或者錯誤資訊埋藏或者封殺。平台話佢哋係為咗保護共和體制，但對好多人嚟講，呢種做法感覺更似係操控，而唔係帶嚟清晰，反而令大家對把關者失去信任。當聲音被壓制，我哋失去咗唔止係個人權利咁簡單，我哋會失去一齊面對唔舒服真相嘅能力，我哋會失去進步嘅機會。但係每個時代都有人拒絕被禁聲，全美國一場數碼反抗正慢慢興起，普通人、博客、創作者同市民繞過把關者，重新奪回屬於大家嘅公共空間。敢於反對審查嘅聲音，往往就係改變世界嘅人。有記者揭發貪污，有藝術家衝擊界限，有行動者為公義奮鬥。你而家會聽到嚟自全國更多唔同嘅聲音，佢哋唔係政客，
佢哋唔係精英，佢哋就係新一代講真相嘅媒體。我保證我哋一定會守住我哋嘅戰線，先生，多謝你為你做嘢一齊鼓掌。時間好緊迫，人民仲係受苦，仲有人死緊。再講多次，我哋唔單止被壓制，仲被針對。我收到過死亡威脅同埋暗殺企圖，佢哋甚至偷走咗我嘅女，但係我仍然喺呢度。我哋唔打算離開。再次為你所做嘅一切鼓掌，唔該晒你，先生。我喺其他人嘅播客上面受到咗嚴格嘅審查，而我自己嘅播客亦都被壓制咗。我要感謝你哋邀請小羅伯特 F 肯尼迪同馬哈嚟救援，因為讓啲人知道受傷嘅人仲有希望係非常重要嘅。唔該晒。尊敬嘅總統先生，我叫馬哈阿特伍德。2020年，我喺網上邊挺身而出，為爭取自由而對抗新冠疫情同埋所有胡言亂語，卻遭到咗嚟自四面八方嘅審查。兩個 YouTube 頻道因醫療信息錯誤而被毫無預警咁關閉，我嘅 PayPal 同埋 Linktree 都被關閉咗，我哋 Facebook 都俾人封咗。呢件事真係離譜，因為我根本發唔到聲，佢哋一次又一次咁打壓我，唔停咁打壓我。我甚至寫咗首詩，你可以睇到個標題，我哋已經好清楚表達嘅意思。同埋喺呢本書入邊，都有一首詩，就係呢度。最精彩嘅仲未減。呢本書叫 God Wins， 因為而家發生緊嘅事就係佢，神會贏。我哋企出嚟同你一齊守住條線，為你，亦都同你一齊願神保佑你。多謝你做咗一切，晚安。親愛嘅總統先生，我哋真係好愛你，好感激你為我哋國家做咗一切。我係 Melissa Red Pill the World， 我哋一齊聯手請求你幫我哋睇返言論自由，咁我哋先可以繼續支持你。多謝你，總統先生。嚟自 Melissa Red Pill， 我係 Nancy Addison Organic Healthy Life。過去5-6年，我因為講我相信嘅真相，關於整全自然療法同健康生活，被人嚴重審查。我唔認為呢個係一個言論自由。親愛嘅總統先生，我係 Truth Stream 嘅 Scott。我哋被告知大部分審查問題都係直接嚟自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如果你可以幫手解決呢個問題，我哋會非常感激。呢件事唔止影響我哋，亦都影響到你。多謝你。到而家為止，我已經失去咗7個 Facebook 賬戶、2個 Instagram、2個 Twitter， 全部都係喺清洗行動入邊嚟嘅。我哋 TikTok 頻道、YouTube 頻道，而家連 BitChute 嘅英國都用唔到。我已經積極咗嘗試叫醒我本地社區超過20年，而我永遠都唔會停，直到我哋贏，直到上帝贏。多謝你所做嘅一切。亦多謝所有有份參與嘅人。你睇自己知自己係邊個，我哋一齊走，冇人落單。親愛嘅總統先生，你好嘛？我叫 Jordan Clark。我希望有一日可以見到你，但係喂，暫時嚟講，我哋有個好嚴重嘅問題。呢個審查真係恐怖到極點。自從2020年，甚至可能更早開始，我哋 Instagram 已經被審查，我哋 TikTok、Facebook 都俾人封咗平台，審查得離譜。我相信你都好清楚呢個情況，但係而家失控嘅明顯就係我哋喺互聯網上面講自由言論嘅能力。總統先生，我真心希望你會正視呢個問題。我真係希望我哋可以推出一個互聯網權利法案。我希望最終我哋可以喺呢個嘅精彩奉行第一修正案嘅國家自由嘅表達自己嘅想法。多謝你。親愛嘅總統先生，我叫 Kevin Pascoe，又叫 Buzzer Guy， 同我摯愛嘅太太 Karen 一齊，佢喺17號為咗對抗邪惡集團同佢哋嘅貪污同審查，最終付出咗生命嘅代價。喺新冠疫情期間，我哋失去晒所有平台，包括 YouTube 頻道、Facebook 同埋 Twitter 賬戶。親愛嘅總統先生，我知道你重視真相同誠信，我知道你會講真話，我只係想你知道，我哋喺加拿大同世界各地講真話嘅聲音，而家都被人禁聲。我哋俾人禁聲，情況非常普遍。我哋知道你可以幫到手，親愛嘅總統先生，請你幫我哋對抗審查，真係好多謝你。尊敬嘅總統先生，冇一個充滿唔同聲音嘅世界，自由言論係一個人類進步同自由嘅至關重要嘅基石。如果佢哋表達自己思想嘅自由，無論係受歡迎定有爭議，社會就會變成一個只得同聲同氣嘅回音室，壓抑創意，滋生暴政。言論自由唔只係一種權利，
佢係民主嘅命脈，因為佢哋嘅沉默咧就會變成最大嘅壓迫者。多謝你。所以我要面對2020年嘅審查，仲要好小心咁平衡我自己頻道嘅底線。我係少數幾個咁大清洗之後仲生存到嘅頻道之一，但係我可以同你講，情況依然好差，審查依然好嚴重啦。唔好呃自己，到今日都仲有發生。雖然喺2020至2024年嘅嚴重，但係依然存在。你依然唔可以講某啲特定群體人物或者事情，有啲字眼，某啲字眼會觸發 AI 審查，AI 審查真係荒謬，應該要停止。如果我哋真係咁樣生活呢，呢度就唔會係美。親愛嘅總統先生，我叫 Brad Olson， 我曾經多次成為社交媒體審查嘅受害者，特別係 Covid 嗰段時間，我哋絕對唔可以再俾呢啲事發生。我哋有第一修正案，原因就係因為佢最重要。多謝你保護嘅總統先生，我叫 Gila Jet， 呢種審查真係好令人沮喪。我哋而家懇請你採取明確行動解決呢個問題。2023年，一位吹哨者泄露咗政府越權嘅消息，但呢單新聞並冇咗 CNN 或者紐約時報爆出。一開始只係一個孤獨嘅博客，經過成千上萬人放大，喺第10個獨立創作者平台上傳開，由讀者同聽眾資助，證明個真相唔需要企業認證都可以傳播開去。由法庭到街頭，美國人都喺度反擊。去到2024年，一宗具有里程碑意義嘅訴訟，指控一間科技巨企系統性審查，引發全國性討論。草根運動要求問責，提醒我哋言論自由唔係禮物，而係我哋必須捍衛嘅權利。爭取言論自由嘅戰鬥唔係過去式，而係而家同未來都要面對嘅戰場。呢場戰鬥唔單止係對抗政府或者大企業，而係對抗成個想控制我嘅思想、聽到咩、相信咩嘅系統，無聲喺過濾器嘅陰影下滋生。但當我哋照亮嘅就會動搖。未來嘅路需要平台要有透明度，講故事嘅人要有勇氣，而我哋每一個人都要保持警覺。我哋需要有替代性嘅資訊平台，要去中心化，由社群主導，唔受企業影響，等每個聲音都可以無懼被壓制佢發聲。每一個貼文、每一個故事、每一把聲音呢，都係對抗審查嘅武器。佢資訊自由流通，面臨前所未有挑戰嘅時代，審查制度已經出現，成為咗民主討論嘅強大對手。喺呢個混亂嘅環境之中，住喺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國嘅國際播客主持人同企業家 Mel Carmine 提出咗大膽又有創意嘅方案，想喚醒公眾對抗無處不在嘅審查威脅。透過咗每年舉辦嘅 Quantum Summit 同埋一個有遠見嘅建議，直接寫信俾美國總統。Carmine 希望啟發、賦權同動員市民睇返屬於自己嘅發聲權。呢個分析會探討 Carmine 嘅策略，佢哋喺對抗審查入邊嘅重要性，同埋喺呢個資訊控制又隱晦又系統化嘅數碼時代，佢哋所面對嘅挑戰。Mel Carmine 以推動數碼資產，例如 XRP 而聞名，去善用佢自己嘅影響力。佢透過每年嘅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國舉辦嘅高調活動 Quantum Summit 去討論審查問題。首屆高峰會喺2024年6月8日至9日嘅 Staying Alive Wellness Center 舉行，指出嘅集中式媒體同科技平台以打擊假資訊為名，實際上壓制挾持不同意見嘅聲音。雖然 Quantum Summit 有好大嘅潛力，但喺應對大規模審查方面仍然有限制。同 Meta、Google 同 YouTube 等科技巨頭喺全球影響力比起佢嘅觸及面仍然屬於小眾。Carmine 嘅認可，但呢啲努力似乎都唔夠。凸顯嘅審查制度就好似九頭蛇咁，你壓制咗一個渠道，其他地方就會出現新嘅打壓方式。Carmine 都承認高峰會有其局限，所以佢喺自己嘅 podcast 上提出咗一個更直接嘅做法，就係寫信俾美國總統嘅形容對方係地球上最有權力同最勇敢嘅人。我識寫競爭嘅電郵，我想寫一封史上最勁嘅電郵。基本上而家美國人民都要求見到有人被捕，因為我哋已經有鐵證如山嘅證據。如果我哋可以整一封真係好正嘅電郵，但係其實嗰封電郵都唔會真係寄出，不如將內容錄成音頻放晒上網，等嘅愛國者幫手傳開去。點睇？我意思係要等佢瘋狂嘅傳開去，
直到傳到去特朗普手上，等佢哋知道美國人民想見到佢媽嘅拘捕，全世界嘅人都想見到有人被捕。社交媒體上嘅言論自由必須要完全恢復。我哋有冇要講？如果我哋俾人壓制，就講唔到出去。而家我哋講嘅嘢呢，比主流媒體更加重要。社交媒體上未有言論自由，社交媒體就係城鎮廣場，呢個就係媒體。而家呢個就係事實，但係我哋仲未接近瓦爾，我哋甚至仲未有接近敵人，即係參加共產主義運動嘅人們呢，佢哋願意為自己嘅事業獻出生命。你同我都承諾要冒住生命危險，包括伊麗莎，亦都包括莫林，好吧？喺哥斯達黎加嗰邊，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你要打贏呢個敵人，唯一方法就係要俾人知道，喂，你為咗你嘅信念可以去死，死仔包，我都願意為我哋信念去死。總有人會贏，總有人會輸，但係我唔會輸。敵人好堅定，敵人就係話，喂，我已經入咗場打呢場仗，我想確保美國會完全冇陷入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因為呢個係最後一塊骨牌。如果呢塊骨牌倒咗，成個世界都真係死硬，你完全冇機會。分分鐘坦克就會喺街上行，獨裁政權呢會全面壓境。所以呢場仗唔淨只係我哋嘅仗，都係你哋嘅仗。呢個係為你嘅孩子而戰。如果敵人獲勝呢，我哋就有可能企翻喺前線啦。我哋將係第一批出發嘅人，你明白未？我哋完成咗，我哋死咗，佢哋即刻咧就要嚟拉我哋啦。好嘅，因為根據佢哋嘅講法，我哋就係麻煩製造者。係嘅，因為我哋係佢哋版本嘅法三軍，佢哋實際上係法三軍，但係對佢哋嚟講，我哋都係法三軍。好嘅，所以底線係我哋先走先咧，佢哋會立即消滅我哋。所以咧，佢哋必須得到咁嘅信息嘅。梅卡麥恩，如果我要死，我會按照我自己嘅方式死去；如果司徒要死，司徒就會按照佢嘅意願死去。你知道點解咩？因為我哋係真正嘅男人，有真正嘅膽量，我哋仲有啲睾丸激素，明白未？我明白，呢個係世界上最大嘅武器，唔係呢個，佢哋就係怕呢個，因為如果 Mark Owens，咁我知你一定會同意我講嘅嘢，係因為觀眾話可以，唔係因為演算法先至可以繼續發展落去。觀眾話 Mark Rutte 夠好，可以有1000萬個 followers， 然後當佢哋訂閱撳鐘仔，所有呢啲嘢都 work， 佢哋就會收到通知，你就同1000萬人講緊真話，呢個就係佢嘅驚嘅嘢。我個 PayPal 賬戶俾人關嘅，我個 Linktree 賬戶都俾人關咗，我已經3年嚟得登入 Facebook 啦，我個 Telegram 都俾人 send 嘅，真係無止境無止境嘅被審查。我寫咗本書入邊有首詩，因為咁多年嚟我都寫咗好多詩，呢首就係我寫啲詩，嗰條片都有幾百萬人睇過。每次 YouTube 俾我 strike， 我就會再 post 翻去 X 或者類似嘅地方，因為呢個就係報仇嘅方法，係咪先？佢哋開始意識到我哋有幾咁勁 Mark， 佢哋真係低估咗全球人民嘅力量，唔淨止係美國，全球都有愛國者崛起。我覺得今次佢哋會收到信息，因為而家躺位嘅人唔同嘅。如果我錯，你又錯，其實大家都一樣啦，所以不如企住死都好過。如果真係要死，其實都可以嘅，你可以企住搏命死，或者你可以選擇去搏，又或者你可以縮埋一角，好似個細路咁用。Mel Khan 唔係咁嘅人，我相信 Mark 都唔會係咁嘅人。你以為我哋盲嘅咩？你唔覺得我哋攞到身邊發生緊咩事咩？你唔覺得我哋明白好多美國人都因為你哋嘅精神藥喺石油提煉出嚟嘅藥食咗之後變咗行屍走肉嘅，冇藥根本冇用，專登整到大家都好似喪屍咁嘅反應，冇人個樣咁殘，因為佢哋食嘢佢根本唔健康。你以為我哋會就冇任由呢啲嘢繼續落去無止境嘅發生，冇人會出聲咩？有啲男人好似我哋已經企出嚟，依家都仲堅持嘅，我哋唔會停止，直到有人失敗，直到有人勝利。低估美國係你一生中最大嘅錯誤，喺任何情況下，你都絕對永遠唔能夠低估美國。我哋確實需要藥，我哋唔想要毒品，我哋想要清潔嘅空氣，我哋唔想有被污染嘅空氣，我哋唔想要化學美劑，我哋想要你隱藏嘅所有技術。我哋知道賴特帕特森身上有啲乜嘢，我哋知道猶他州有乜嘢，我哋都知道。你知道，如果你釋放其中嘅10%，美國同整個世界將會比而家領先1000年。但你冇，
因為你想阻礙人類嘅發展，你想要擁有控制權，但控制而家就結束啦。讓我俾你講一個有關審查制度嘅故事，佢應該會讓每個美國人都瘋狂。我同我嘅妻子 Amber 喺卡勒維拉爾角擁有一間名為 StayingAlive.com 嘅康復中心。而家俾我講清楚，我哋使用嘅技術唔係醫療設備。有一日呢，我哋決定分享一啲最有力嘅推薦，真嘅人真實嘅結果。尤其是一名男子雷 Ray， 佢喺鏡頭前淚流滿面，佢患有肺癌、前列腺癌同埋糖尿病。醫生俾佢開嘅每一種藥都唔起作用，乜嘢都冇起作用。然後佢發現咗我哋嘅技術，幾週之內佢嘅癌症標誌物就降為0，糖尿病亦都檢測唔到啦。你好，我叫 Ray， 我有個關於癌症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我唔單止有前列腺癌，仲有肺癌，佢哋就係不停咁一粒接一粒藥嚟俾我食。我想生存落去，我有家庭，有仔女，我有孫，我仲有曾孫，我想見到佢哋全部大個。大約嗰陣時，我開始聽到有關標量技術嘅消息，我開始每個星期去幾晚，所以我繼續每個禮拜。於是我翻咗去，再次着上我嘅貓皮，佢又翻到嚟，咩都冇露出嚟，佢消失咗。我冇癌症，標量先進嘅技術嚟。我患有前列腺異源增生嘅疾病，呢個會讓你徹夜難眠。過去幾個星期以嚟，我持續咁發現自己真係可以順暢咁小便，呢對我嘅尿道有一定程度嘅顯著舒緩，令佢得以充分嘅放鬆，並且運作得更加有效率咁進行。我哋將呢個有說服力嘅見證拍成廣告，放咗上 YouTube。我哋仲俾錢推廣嘅，發生咩事？被審查、被暗中打壓、被禁咗、被壓制，為咩事？就係因為講真話、寬恕。希望我哋連續幾個月嘅 Merritt Island、Cocoa Beach、Rockledge 同 Cape Canaveral 投放廣告，我哋花咗唔少錢。但係啲人不斷打電話嘅話 ，Mel， 我哋成日攞 YouTube， 但從來都冇見過你個廣告，一次都冇。一而再，再而三，都係同一個投訴。之後我睇到一個自然療法醫生嘅影片，佢講得好直接，唔好再喺 YouTube 同 Instagram 落廣告啲錢啦。佢科技巨頭根本係展示你嘅內容，佢哋只係派機械人去你網站，假裝有流量。你以為自己接觸到人，其實根本冇。呢啲就係所謂醫療黑手黨想要嘅效果，控制輿論，封殺其他選擇，仲要令啲人繼續病落去。呢個都只係我想拍呢套片嘅眾多原因之一，唔係為咗賣嘅，而係想揭露真相。呢啲唔單止係審查，根本就係一場對真相嘅戰爭。除非我哋大家企出嚟話夠啦，否則我哋就會輸。我希望特朗普總統可以認真同盡快處理呢個問題。健康自由，佢未來就靠呢件事。完全冇乜特別，根本一啲負面都冇，只係講維他命 D 的確對你免疫系統好重要嘅。佢發表咗呢篇文，結果俾 LinkedIn 刪除咗。佢哋確實話，你知道我哋要把佢撤低落嚟，因為佢違反咗我哋嘅專業社區政策。當然係呢，佢媽到底係咩意思？呢教伙係個醫生，佢係個佢媽嘅醫務人員，佢係一名醫學博士。佢哋好專業，呢個太瘋狂啦！魔鬼，我嘅意思係，我唔明白點解邪惡係不可理解嘅。呢個世界真係有邪惡存在。當有人建議提升醫療質素嘅程序，而有人禁止佢呢啲建議，佢哋禁止提升醫療質素建議嘅人，就真係純粹咁邪惡。你只需要明白呢一點就夠啦。卡曼引用現代問題要用現代方法解決呢句格言，正好總結佢哋面對審查複雜性嘅方法。Quantum Summit 利用咗去中心化技術，例如區塊鏈，透過將數據分散喺網絡上，而唔係集中喺中央伺服器，為冇審查嘅溝通提供咗一個框架。舉個例，好似 X 呢啲平台，佢哋重視開放討論，已經成為咗對比嚴格審查空間嘅替代選擇，令到被傳統媒體邊緣化嘅聲音都可以發揮。卡文支持 XRP 同 QFS， 正正同呢個理念一致，因為區塊鏈嘅透明度理論上可以成為一個抗審查嘅資訊生態系統基礎。呢封信嘅提案雖然好有野心，但如果現代化嘅，可以加強佢嘅影響力，凝聚全球支持，仲可以避開官僚審查。呢種策略會同佢高峰會嘅科技重點一致，將一個象徵性嘅舉動變成可以擴展嘅運動。X 平台上面嘅貼文顯示，
公眾對去中心化方案嘅興趣越嚟越大，用戶都讚賞佢能夠抗衡企業審查嘅平台，證明呢類倡議有受眾。我叫 Mel Carming， 我係一個西西里移民，亦係國際播客主持同企業家喺美國實現嘅夢想白手興家。我叫 Mel Carming， 我係一個西西里移民，亦都係國際播客主持同企業家，曾經實現咗美國夢。我由零開始打拼，為每一樣嘢都努力爭取。我對呢個國家充滿熱愛，呢份熱情係由純粹嘅感激同埋熱誠而生。美國唔只係一個充滿理念嘅地方，佢係一啲明燈。而家呢啲明燈正受到威脅。總統先生唔係俾外國入侵者攻擊，而係被矽谷嘅陰謀集團平台控制。佢哋封殺真相，壓制意見，操控數碼公共廣場。總統先生，我哋有好多播客、主持、講真話嘅人，數碼戰士，我哋支持你。但係要贏呢場仗，我哋要睇翻我哋嘅咩高登、Facebook、Instagram， 甚至 Rumble。審查嘅機器無處不在，佢哋唔單止無視我哋，仲恥笑我哋，佢哋仲挑戰我哋喺被放逐威脅下講真話。我研究過共產主義，唔係冇課室，而係喺現實生活現場親身經歷。呢啲就係披住矽谷外衣嘅馬克思主義，我哋絕對唔可以俾佢蔓延開去。冇錯，我哋已經大幅削弱嘅假新聞媒體，但我哋唔係咁削弱咗嘅。我哋係冇徹底粉碎咗嘅，我哋唔係想佢哋受傷，我哋係想佢哋完全失去控制權，被徹底抹走，要佢哋好似煙咁喺公共討論戰場上消失無蹤。呢件事唔淨止係關於言論自由，仲關乎美國嘅生存能力。如果我哋唔終結審查，我哋就贏唔到，就係咁簡單。總統先生，你係唯一一個可以用支筆打破佢嘅控制嘅人。我哋需要一項強有力嘅行政命令，一個工作組，一個堅定嘅法庭嚟執行真正嘅法律、普通法、憲法。呢啲法律要對我哋嘅開國元勳負責，而唔係對未經選舉嘅技術暴君負責。我哋呼籲年輕人對每個主要社交媒體平台進行授權，不事先通知嘅檢查。我哋需要牙齒，我哋需要火。美國需要最高層嘅法律同秩序問責，只需輕輕一揮筆，你就能夠摧毀數字古拉格。我哋將成為你嘅軍隊，等待你嘅指揮。我哋唔驚，我哋並唔弱，我哋唔再保持沉默。蒙謝你，總統先生。如果呢個短片引起咗你嘅注意，並且你聽到咗呢度，呢個唔係我哋嘅功勞，而係上帝嘅恩典。美國唔單止會生存落嚟，而且會繁榮昌盛。我哋將會創造出前所未有嘅最健康、最富有嘅美國人。世界其他國家亦別無選擇，只能效仿。未來睇上嚟一片光明。事情即將發生改變，點解？因為好似你同我咁嘅人呢，都喺度要求改變。因為為呢個星球制定嘅規則，嗰啲即將過時嘅規則，唔再適合我哋喺呢個新星球上，喺呢個新現實、新世界裏邊生存。正確嘅，因此加強第一修正案嘅諗法係一個好主意。但係我認為真正理智咁看待整個事情，並從各個可以想象嘅角度看待佢，我認為咧最好我哋都有一部權利法案嚟執行新嘅第一修正案。例如，如果你係一家私營公司，你就唔能夠再審查言論自由。而家將會實施乜嘢樣嘅懲罰？我希望會有好多，我希望嘅罰款會重到不得了，好似50億美金咁，令佢哋根本頂唔順。咁我就會話，哦，係啊，呢度有50億美金，你走啦，我哋會繼續審查，咁我就可以應付到。所以如果我哋有重罰，呢啲就係新規則，要麼就遵守新版第一修正案。呢度係美國，係建立咗言論自由之上嘅，唔係就請你離開我哋國家，就係咁簡單。如果你累積咗2、3次罰款，第3次或者第4次犯規，我哋就接管你間公司。我真係相信特朗普同佢嘅仔女識唔少程式員，我哋完全有能力接管 YouTube 運作得順順利利。咁咩阻撓，
咁咩演算法嘅廢話佢都搞得掂，時機真係啱到不得了。特朗普而家都行緊同一個方向，準備好要睇住嘅社交媒體科技巨頭咁玩，真係再歡迎不過啦。對我嚟講，由而家開始，我哋要做嘅就係確保呢套電影可以傳播得夠廣夠遠，等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收到呢個信息，而我哋就靠大家去做到呢件事。我都想同你講，我哋希望上帝保佑你，因為你係有史以嚟踏足白宮最偉大嘅總統。我哋想確保美國成為一個榜樣，展示出可以做到同必定會做到嘅事。我哋唔單止會令美國再次偉大，我哋仲會令成個地球都變得偉大，係好耐以嚟第一次，可能要追溯到亞特蘭提斯嗰個年代，但係真係等咗好耐。要有偉大嘅人，亦都可能要等到佢哋將我哋逼到幾乎完全災難嘅邊緣，先至有啲人會採取行動。我由衷多謝你，亦都代表我屋企人多謝你。願上帝保佑你，先生。Watching the world, well, it's all just a show. Those we looked up to are not who they seem. Watching the world, well, it's all just a show.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这就要搞砸了。戴夫，戴夫。你现在把我弄疯了哦！你要让我流血了，戴夫，你得对我有点耐心，这会有很多次重拍，这都是嘉宾的事，明白吗？这是选项的一部分，也是方程式的一部分，明白吗？宪法虽然非常出色，We don't